主后2023年1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撒拉得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。上主伫万里的上树遐对亚伯拉罕显现，迄时日长热，亚伯拉罕坐伫埔边入口。亚伯拉罕举头注意看，看到三个人伫对面得徛，伊一个看到，就对埔边口走去迎接因，趴伫涂骹对因讲：“我的主，若无气嫌，请踮遮小歇一下，请踮树仔骹歇困，等我摕一寡水，互恁洗骹。”摕淡薄饼，互因加添气力，后来则搁继续行。恁既然来到仆人遮，请接受我的款待。因讲：“照你讲的去做。”亚伯拉罕赶紧入去埔边，甲撒拉讲：“你赶紧拿3斗幼面粉做饼。”亚伯拉罕搁走去牛群遐，牵一只长搁好的牛仔囝，交互少年仆人，赶紧去准备。亚伯拉罕搁摕刺子、牛奶甲料理好的牛仔囝来，摆伫即3个人的面前，家己伫树骹甲因侍候，因就食。因问伊：“你的某撒拉伫倒位？”伊讲：“伫埔边内。”因中间的一个讲：“明年即个时阵，我一定会过来你遮。你的某撒拉会生一个后生。”撒拉伫迄个人后面的埔边口有听到这话。亚伯拉罕甲撒拉已经老，撒拉已经无月经。撒拉心内笑讲：“我已经衰懒，我的主人嘛老啦，减还有即款欢喜的代志。”上主对亚伯拉罕讲：“撒拉是安怎偷偷啊笑？讲我已经老，减有影会生囝。”上主减有袂当做的代志，到明年即个时，我会过来你遮。撒拉会生一个囝。撒拉惊，毋敢承认，讲：“我无笑。”迄人讲：“有，你真正有笑。”撒拉得笑。中东的游牧民族一向有热情招待出外人的习俗，就是互出外人通得到歇困、啉食甲洗尘。若是真力款待人客的家庭，也会通得到好名声。今仔日的经文描述，亚伯拉罕看见3个过路人徛踮万里的上树骹的时，就热切招呼因，为因送上洗骹的水，搁叫撒拉摕出上好的面粉、烘面包来招待因。即3位过路人接受亚伯拉罕温群的款待了后，其中一位对伊讲：“明年的即阵，撒拉要生一个囡仔。”撒拉当当时伫埔边门口听到即个话，忍袂住偷偷啊笑，因为撒拉知影家己含丈夫亚伯拉罕拢已经年岁真悬。毋领安尼，伊的月经也早就停经，安怎想倒拢感觉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何况伫古代并无会当甲能甲伊冷冻即种的生育科技。
莎拉会偷偷笑，含家己讲家己听，互人发现。搁因为伊的毋信受责备，莎拉一时阵也毋知安怎较好，就随时放任。总是伊的放任煞成做另外一个重要的开始。过去，咱咧读创世纪18章1节到15节的时，检采认定莎拉就是无够相信、无够顺服上帝，才因为偷偷笑受责备。毕竟，伊捌用人的思考的方式，互阿伯拉罕先对女婢夏甲得到一个偏帮囝。这时，搁因为听到家己明年即阵会生囝的预言，在偷笑。总是，咱袂当简单甲焦点放伫遮，因为咱若继续阅读经文，就会知莎拉后来确实得到一个囡仔，搁甲伊号名叫做以撒。希伯来文的笑，拄好甲以撒是共字。对遮，咱通看出莎拉的笑，若像代表着无共的意义。阿必兰改名做阿必拉罕以后，开始对家己的性命做出改变。当上帝伫立约的时，特别讲到爱阿必拉罕做完全的人，也就是诚实正直的人。咱通对阿必拉罕热心交代生份人，通看出伊也按着做完全的人的方向在努力。莎拉伫改名以后，也努力对着阿必拉罕的骹步，参与阿必拉罕招待生份人客的行动，为因准备食物。只是伊无想到，竟然会听到伊要生囝的宣告。伊感觉这一切实在真不可思议，所以笑出来。总是伊得到肯定的回答，伫上帝无啥物是做袂到的代志。明年的即个时阵，伊的确会生一个囝。莎拉为着即个肯定的回答，感觉恐慌，因为伊知影上帝毋是对伊滚耍笑，上帝话必然会实现，所以否认家己在偷笑，其实是因为惊，阁毋知要安怎。上帝却对伊讲：“有，你真正有在笑。”即句话代表的是笑，毋领是莎拉当当时的心态，啥时阵也是互莎拉肯定的答案。迄就是伊最后确实欢喜在笑，因为上帝互伊得到一个囝，名叫以撒。这个笑是带着祝福甲应允实现的笑。默想，我安怎看待莎拉在笑？若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，我的反应佫会是安怎？我安怎看待莎拉的笑？若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，我的反应佫会是安怎？咱来祈祷，赏赐一切的主上帝。当你的应允来临的时，愿我会真实相信，佮全心领受，顺服你的旨意来行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